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10月6號，歡迎收睇今日泰國。今日本地新聞包括有泰國電單車司機喺網絡發表唔願意接載超重乘客，引起熱議。16名被拐往緬甸電信詐騙園區嘅泰國人成功獲救返國，網上診症逐步推行，醫藥均可送上門。泰國網紅飼養獅子逃出，咬傷2人，仲有本地天氣預報。而家立即為大家報道。近日喺泰國社交媒體上引發熱烈討論，有外送騎手投訴話自己嘅摩托車因為載咗超重乘客而導致軸承損壞。佢認為叫車 App 應該要求乘客強制輸入體重，並根據超重情況收取額外費用，用嚟補貼車輛磨損同維修開支。呢位騎手喺群組留言話，佢曾經接載一名重達151公斤嘅乘客，結果車頭冧起，行程結束後軸承當場報廢。仲有騎手話自己遇過130公斤乘客，結果輪胎被壓爆，但乘客唔願意承擔責任。好多騎手紛紛表示支持，話真係有苦難言。不過亦有唔少人反對，認為呢個建議好可能會被視為歧視乘客，甚至會令叫車 App 流失客戶。佢哋覺得唯一嘅做法就係當發現乘客太重時，騎手可以自行取消訂單，避免風險。泰國外交部今日證實，16名被詐騙集團誘騙到緬甸妙瓦底地區，被逼從事非法電信詐騙工作嘅泰國公民已經安全返抵泰國，目前正接受人口販運受害者評估。事件起因於多個民間組織聯名上書泰國總理同內政部長，請求政府協助被困嘅妙瓦底詐騙園區嘅泰國公民。總理其後指示外交部展開緊急救援行動。外交部新聞司司長兼發言人尼空迪喺巴蘭庫拉表示，外交部長已經於10月5號指示領事事務司同駐仰光泰國大使館協調，並聯合駐緬警務隨員辦公室、皇家泰國警察及嗰啲宣特遣隊共同執行行動。救援行動成功喺緬甸瑞谷口妙瓦底區將16人解救出嚟。該地區正位於泰國達府微索對面邊境。佢哋經微索妙瓦底永久邊境檢查站返國之後，立即納入全國轉介機制，接受人口販運受害者身份審核。若確認屬受害者，將獲政府部門提供保護及復康支援。泰國金澎碧府發生罕見事件，一隻由社交媒體網紅巴林亞喺帕蓬飼養嘅獅子，喺10月4號晚上掙脫鐵鏈逃出住所，攻擊一名11歲男童同埋一名43歲男子，導致2人受傷入院。事發地點位於博普洛醫院農坤分區第8村。男童阿提喺暖腦臀部被咬傷，男子沙拉姆嘅托海奧腿部被築傷，經治療後已出院。巴林亞係知名網紅，經常喺 Facebook 賬號 Bully2536 分享飼養獅子影片。佢聲稱獅子年約1歲，原本用鐵鏈綁喺屋內鐵柱，準備加強籠舍時不慎鬆脫。自然資源與環境部長素察喺中克林已指示國家公園野生動植物保育廳依法沒收該獅子，並轉移到邦克雅野生動物保育中心安置。該廳總幹事阿塔蓬喺查倫尖沙指出，獅主違反野生動物保育與保護法第15條，未經許可放出野生動物，最高可判監6個月或罰款5萬泰銖。佢強調，此舉係為保障公共安全，亦希望提醒其他飼主對野生動物負責。泰國國家健康安全辦公室推出名為 Dr. Home 嘅人工智能醫療系統，讓民眾可經網站或 LINE 官方賬號進行疾病同症狀嘅初步自我評估，唔需要即時去醫院排隊嘅醫生。呢個 AI 系統以馬希敦大學拉馬提博底醫學院前講師素拉吉醫生編寫咗醫學教材為基礎，涵蓋超過400種常見病症。系統會根據使用者輸入嘅症狀提出相關問題，再提供健康教育同建議。主要目標係減輕醫生工作量，支援偏遠地區嘅村衛生志願者，亦令公眾可自行判斷輕微病症。Dr. Home 喺2023年正式公開使用，除咗提供自我評估功能之外，仲附帶健康教育內容，例如解釋嚴重頭痛定義為突然出現、劇烈到睇唔到或者止痛藥無效嘅情況。有嘅步驟仲會用圖像示範，例如點樣觀察瞳孔反應。擁有金卡醫療計劃，佢用戶
如果經 AI 建議需要嘅醫生，可直接使用線上遙距診療服務，藥物亦可送上門。若系統判斷症狀屬較嚴重，會建議盡快親身就醫。呢個 AI 平台被視為泰國公共衛生數碼化嘅重要一步，有助提升全民健康識字率，令每個家庭都擁有虛擬醫生。泰國氣象局表示，颱風馬特莫已登陸中國廣西，並減弱為強烈熱帶風暴，唔會進入泰國，但係會令西南季候風增強，導致北部、東北部同埋東部出現局部大雨。氣象局局長蘇貢亞尼喺雅溫尖提醒，星期一及星期二多地將有強降雨，民眾應提防山洪及積水。以上就係今日泰國嘅新聞。如果你想持續緊貼泰國最新局勢，記得訂閱頻道、like 同 share 影片支持我哋。你亦可以考慮加入頻道會員，又或者喺 Patreon 支持我哋，幫助我哋製作更多高質內容。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集再見，拜拜。